继续来到南投的鹿谷，有一对翁仔某真无简单，今后来摕到帝王的宝座。这个翁婿是伫106年摕到当顶合作社老茶比赛的帝王，那太太是今年来参加到蜜芳贵妃茶比赛摕到帝王。讲一开始对茶嘛拢唔捌，到即摆变做帝王，当然一路行来有真侪甜酸苦涩。 鹿谷乡有一对翁仔某，本来对茶拢唔捌，经过40年的打拼，这个先生詹坤达伫106年得到当顶茶茶王。今年换太太小美贵得到蜜芳贵妃茶茶王，分感觉真欢喜。阮的制作过程就是咱拢迄个茶改场嘛，拢不断咧甲阮辅导啦，所以阮就遵守伊的甲阮辅导的方法去制造安尼啊。 即马第2代嘛有加入传承，由老爸老母做顾问，大汉查某囝负责杯茶、泡茶，后生负责做茶网络行销，大家人拢有无共款的专长。给大家传递一个精神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台湾茶是非常的美好。 面对茶米行入网络的世界，茶农需要转型。除了传承爸母手艺经验以外，嘛要提升专业的能力，结合实务经验，互消费者了解甲满意。